再来看另外这张意外是昨买阿嬷的时阵，有一台载更广的拖帮车，伊本地是要对国道10号高雄的路段落去交流道，结果山那像是因为转弯的时阵失去控制，所以规台车全安尼并车。加在这驾驶虽然讲是调伫车内，也毋过意识真清楚，无性命危险。27日晚，高雄市台中一路港顶中路口有一台拖班车落交流道时阵发生意外。附近的民众听到声音走过来看，看到一台拖班车并挡伫咧护栏顶，车顶在更讲也甲规涂骹，驾驶座规拢变形。变叫我叫啥物？我叫啥物？我怎出来？哦，啊就看到车安尼就对啊。啊，也紧的阵无，车头要放的阵也放袂过，后壁伤重个。哦，变过。 40岁驾驶调伫咧驾驶座，一个知影人，点过被压掉的袂振动，经小型器材破坏车体，甲人救出来。接手。经过调查，这台拖班车车顶载满着钢棒，驶伫国道10号路交流道弯路的时阵失去控制并车。应该是速度快了，然后它就产生整个拖板车翻覆，然后人就在里面被夹住。 车祸发生迄当阵，拄好是车座的时阵，好佳在无去伤着其他的人甲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